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很高兴我们再来赞美我们的神，因为神的喜乐在我们心中，神的平安要充满在我们心中。但是这一切都要因着我们的信心是否充足。让我们对着神要有仰望，要有盼望，让我们知道在基督里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，因为每一天主都与我们同行。让我们一起来唱有主的喜乐。让
试试看，很用力的唱，用尽我们所有的生命来求告这个神，来敬拜他，让我们身体发热起来，为神来发热，为神来发光。我们试着说：主啊，我要发热。主啊，我要全心敬拜你。主啊，我要全心敬拜你。
你是我们的力量，我们爱你，哈利路亚！你是我们的力量，我们爱你。主，你说，你对这些人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人们走过我们的身旁，他们的眼中流露出心中的空虚与愁烦。当我们背负重担，他以爱来为我们担当。人们需要主。如果耶稣对我们说：“孩子们，人们需要主，你在哪里？”你愿意接受或领受神的呼召吗？这个时代需要我们，这个时代真的需要我们。一起唱。人们走过我身旁，他们眼中流露出心中空虚与愁烦，走向未知路，人生路程极艰难，整日心空虚，幻想也是心如寄，耶稣的医治。人们需要主，是的，人们需要主，人们需要主，当人破灭之时，他为人爱路。人们需要主，人们需要主，可是我们才知，人们需要主。主召我们发真光，现世代对错不分，有何代价显太高，向世上人传福音。当人们背负重担，神却用他的爱一起担当。现在只有我们能够传扬永生的真道。神呼召你，如果你愿意接受呼召，请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，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，说主我愿意。主召我们发真光，现世代对错不分，
召我们，难道不会给我们力量吗？神召我们会给我们信心，会给我们开路。虽然我们的手小小的，虽然我们的脚也小小的，虽然我们的心智好像也小小的，但是主说，你的手用来赞美我，你的脚用来走天路，你的心智献给我。他赐给我们坚强，赐给我们信心，赐给我们勇敢。小小的双手赞美主，小小的心智献给主，小小的双脚走天路，滴答滴答走天路。小小的双手，小小的双手赞美主，小小的心智献给主，小小的双脚走天路，滴答滴答走天路。年纪虽小，年纪虽小，但我很坚强。年纪虽小，我有信心。年纪虽小，但我很勇敢，因为神与我同在。小小的双手赞美主，小小的心智献给主，小小的双脚走天路，滴答滴答走天路。是的，神赐给我们信心，神也赐给我们勇敢跟勇气，神也赐给我们很坚强的心智。所以不要跟神推说，你不要找我，主啊，你不要找我，我什么都不会。Oh no， 你什么都会，因为神已将那恩赐百般的恩赐赐给他的管家，我们就是神在地面上的管家。我们再一次的回应神，用这一首歌来回应他。小小的双手赞美主，小小的心智献给主，小小的双脚走天路，滴答滴答走天路。小小的双手赞美主，小小的心智献给主，小小的双脚走天路，滴答滴答走天路。年纪虽小，但我很坚强。年纪虽小，我有信心。年纪虽小，但我很勇敢，因为神与我同在。小小的双手赞美主，小小的心智献给主，小小的双脚走天路，滴答滴答走天路。谢谢耶稣，他赐给你的跟赐给我的很不一样，但是我们一起同走天路。